說如果有一日你打開銀行戶口入面嗰10萬、50萬、100萬港元，一個仙都冇少，你每個月份糧照樣係港元，供樓照樣係港元，去茶餐廳食個早餐照樣俾港元，7.8部1美元，呢個概念亦好似過去40幾年一樣牢不可破。說但如果我話俾你聽，就喺大家覺得一切都冇變嘅時候，香港金融體系其實已經發生過一次非常誇張嘅資金大潮汐，你可能會重新思考一個問題：我哋每日用緊嘅港元到底有幾穩？更加重要嘅係，說香港未來10年真正要面對嘅，到底係港元突然脫圍，定係另一種更加慢、更加深，甚至大部分普通人都未必察覺到嘅金融曲線轉變？先睇一組數字，2025年5月港元4次觸發 7.75 強方期換保證，金管局就聯繫匯率機制向市場沽出港元買入美元，銀行體係因此增加大約一身294億港元流動性。但戲劇性嘅地方係僅過咗一段時間，方向完全倒轉，由2025年6月至8月，港元再12次觸發77說85弱方部換保證。今次金管局做相反操作，向市場賣美元買返港元，一共抽走大約199億港元，即係話短短幾個月，香港金融體係先突然多咗超過1200億港元，之後又突然少返接近1200億。說先4次守住實啖七糊，再12次守住實啖八糊，一邊放水一邊抽水，一來一回唔係幾十億，而係千億級別。金管局2026年提交立法會嘅資料清楚列出，2025年5月強方期換保證觸發10次，說銀行體系總結餘增加筆294億港元，6月至8月弱方期換保證再觸發12次，總結餘減少甩餐199億。淨係聽到呢度，好多人第一個反應一定係咁，仲唔係港元出事？金管局兩邊都要救，說係咪代表聯匯開始頂唔住？係咪大量熱錢一時湧入一時逃走？甚至有人會即刻聯想到1997、1998索羅斯亞洲金融風暴，但真正有趣嘅地方正喺呢度。如果我今日為咗點擊率，說直接同你講港元42年最大危機，聯匯崩潰倒數，金管局兩頭救火，條片可能真係會好多人撳入嚟。問題係呢種講法並唔準確，因為2025年發生嘅呢一幕，一方面的確非常值得重視，但另一方面，從制度設計角度睇，佢恰恰證明聯匯嘅自動調節機制仍然有運作。所以今日我真正想同大家拆嘅唔係港元聽日會唔會崩，而係一個更加值得香港人思考嘅問題。說點解一套運作咗40幾年，大家平時幾乎感覺唔到存在嘅制度，去到今日資金可以喺幾個月之內如此猛烈咁嚟回擺動？呢種波動背後又代表香港金融中心正處於一個咩位置？說大家首先要放低一個最常見嘅誤解，港元並唔係永遠固定7.8告1美元。香港現行聯繫匯率制度之下，港元可以喺7.75至7.85之間浮動㗎。7.75叫強方告換保證點7。說85叫弱方告換保證，平時7777778 783點樣行，基本由市場供求決定。只有當港元行到兩邊界線，貨幣發行局嘅機制先會產生相應操作。你可以想象成一條有護欄嘅高速公路，說車可以喺路中間左右移動，但兩邊有固定護欄。撞向7.75嗰邊，市場會增加港元流動性；撞向7.85嗰邊，市場港元流動性會被收走。呢套制度真正厲害嘅地方，唔係保證港元每日都停喺700。多人說，而係利用銀行體系流動性同利率，將資金流動變成一套自動反饋系統。港元太強，金管局增加港元供應，市場港元多咗，港元利率有向下壓力，港元息口低到一定程度，持有港元就變得冇咁吸引。說資金會開始尋找收益較高嘅美元資產，資金慢慢流出去，港元自然由強轉弱反過嚟。如果港元太弱，金管局收走港元，市場上港元少咗，港元利率有向上壓力，借港元再換美元嘅成本增加，說沽港元嘅誘因下降，理論上匯率又會慢慢向中間拉返。所以大家會發現聯匯唔係一賭場，佢更加似一個彈簧，市金推向一邊，利率同流動性就產生反作用力，再將市場拉返。問題係，說2025年嗰一下個彈簧被拉得非常誇張，5月大量資金流入香港，港元一路推到7.75，強方期換保證啟動之後，香港銀行體係突然多咗294億港元，銀行入面嘅港元多到咩程度？說最直接後果就係短期港元拆息急跌。當一個金融市場突然充滿流動性，銀行之間根本唔需要用好高價錢借錢，但當時美元利率又遠高於部分港元短期利率，咁一個非常自然嘅交易就出現，借平港元換美元，買入收益較高嘅美元資產，賺中間息差，唔需要陰謀，唔需要某個國際大立秘密開會，更加唔一定需要一班人集體決定攻擊香港。只要兩邊利率存在足夠差距，套利自然會發生。說銀行會計數，基金會計數，企業財資部會計數，對沖基金會計數，電腦模型更加會計數。而2025年最值得研究嘅地方就係資金流動速度非常快。前一刻市場仲擔心港元太強，
息差一拉開，資監開始做套息交易，港元就由強方一路行去弱方。呢個過程其實好似一個水庫，5月突然落暴雨，水位急升，管理員開辦翻放水，但水一多，另一條河道形成巨大落差，水開始高速向另一邊流，於是管理員又要收板。表面睇下好似一時放水，一時抽水，非常狼狽。但如果成套水利系統本身就係咁設計，問題唔係點解要開板，真正要問嘅係點解今日嘅水流速度比以前快咁多？呢個先係2025年真正俾香港嘅警號，唔係聯匯已經失效，而係聯匯今日運行嘅金融環境已經同1983年完全唔同。1983年香港建立聯繫匯率嗰陣，全球資本流動速度、金融衍生工具規模、量化交易、跨境 ETF 互聯互通、離岸人民幣市場全部同今日冇得比。當年香港最需要解決嘅問題係信心。1982、1983年前後，香港前途談判令市場信心急劇波動，港元曾經大幅貶值。所以1983年建立聯匯，本質上就係俾所有人一條極度簡單嘅規則。港元背後有美元支持，互換規則清楚。唔靠一個官員，今日心情好就加息，聽日心情差就印錢。佢最大價值其實唔單止係匯率穩定，而係可預測。國際四金最怕嘅往往唔係價格升跌，而係規則突然變。如果今日七定八，聽日政府話9算，後日又話改11算，任何跨國公司都唔敢將亞洲財資中心放喺香港。但如果你清楚知道規則係7.75至7.85，而且自換機制透明，企業就可以計數，銀行可以計數，基金可以計數，保險公司可以計數。一間公司敢將幾百億放喺一個城市，最重要嘅往往唔係永遠賺，而係我知道最壞情況點樣計。所以聯匯真正最值錢嘅資產，其實唔係7.8呢3個數字，而係40幾年累積落嚟嘅制度信用。呢4個亦解釋點解去到202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香港評估仍然認為聯繫匯率制度嘅可信度有透明規則、大型財政及外匯儲備、金融監管、經濟彈性同審慎財政框架支持。換句話講，如果今日有人話2025年觸碰咗兩邊，所以證明聯匯失敗，其實係倒轉咗因果。觸碰保換保證唔係制度失敗，保換保證本身就係制度。真正嘅失敗係，如果有一日觸碰7.85之後，市場想用85換美元，金管局唔肯換，冇能力換，或者突然更改規則。截至今日呢件事冇發生，但如果咁講，係咪大家可以關片，乜都唔使擔心？又唔係，因為真正值得關注嘅變化根本唔喺775同7。85兩條線本身，而喺香港金融市場下面另一個攀大貨幣生態正在快速成長。人民幣，大家可能唔知道，去到2026年4月，香港每日平均外匯交易量已經去到82億美元，接近1萬億美元一日。香港幾百萬人口，但金融市場一日買賣嘅外匯規模可以接近1萬億美元。呢個數字本身已經足以解釋點解香港匯率穩定對成個城市咁重要。更加值得注意嘅係，香港成交最活躍嘅貨幣對已經唔係美元告港元，而係美元告人民幣。2026年4月最新調查繼續顯示，美元人民幣係香港成交量最高嘅貨幣對，之後先係美元港元，再到美元日元。香港外匯市場日均總成交9.82億美元。但我要特別更正一個坊間好容易講錯嘅地方，呢個並唔係2026年第一次發生。財資市場公會2024年4月調查已經顯示，美元人民幣係第一大交易貨幣對。2025年10月調查同樣係美元人民幣第一。所以真正重要嘅信號更加深，唔係某一個月突然超車，而係呢個狀態已經持續。大家諗清楚呢幅畫面，香港人出糧用港元，買樓用港元，供樓用港元，交稅用港元。港元最底層嘅貨幣流係美元，但香港金融市場入面最大量嘅外匯交易卻係美元同人民幣。呢個就係今日香港最特殊嘅地方。我會形容佢做一個美元貨幣流，加上一個越來越巨大嘅人民幣金融層。呢兩樣嘢可以同時存在，而且未來幾年好可能更加明顯。2025年10月，金管局推出人民幣撬募資金安排。最初規模1年陳元人民幣，需求好快超出預期，10間參與銀行嘅額度全部獲分配。2026年2月，規模由陳億翻倍到年陳元，但去到7月仲未換。7月7日，金管局人行同證監會公布一系列新措施，人民幣撬募資金安排由年陳元直接加到5陳元。而且加入9個月、2年同3年期限，由1億到2億，再到5億，唔使陰謀論。官方自己講得好清楚，目的就係強化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撬木柯樓嘅角色，為貿易企業營運資本開支提供人民幣融資，甚至將香港嘅離岸人民幣資金再輸送去東盟、中東同歐洲。我覺得呢件事對香港未來10年嘅意義，甚至大過1個月HIBOR升跌。
因為香港正在做一件歷史上非常少金融中心做得到嘅事，一邊保持資金自由流動，港元自由寄換，美元聯繫匯率，另一邊又變成全球最大、最成熟嘅離岸人民幣中心之一。簡單講，香港而家站喺兩個巨大貨幣世界中間，一邊係美元，美元仍然係全球最重要嘅國際儲備融資、商品定價同金融交易貨幣。香港港元亦繼續以美元做制度立，另一邊係人民幣。背後係香港最大貿易夥伴、最大經濟聯繫來源，同時亦係一個仍然存在資本項目管理，但國際使用量逐步提高嘅貨幣體系。香港嘅價值某程度上就係可以同時摸到兩邊，所以我反而認為坊間最常見嗰條問題，港元幾時改掛人民幣，問得太簡單。更加值得問嘅係，香港有冇可能根本唔需要急住改掛人民幣，但人民幣已經可以喺香港金融體系入面越來越重要？答案其實已經出現，就係今日。呢個亦係點解我唔認同人民幣叫務增加等於聯匯即將取消，兩者冇必然因果。一間香港銀行可以今日做大量人民幣貸款，聽日做人民幣債券，後日幫企業對沖人民幣匯率。但銀行本身嘅港元資產負債表仍然可以運行喺美元聯匯之下。一個金融中心可以多貨幣化，但本地貨幣仍然只有一個陸基。新加坡就長期處理大量美元、人民幣、日元、歐元、東南亞貨幣交易。但唔代表新加坡元要掛住任何一隻交易量最大嘅外幣，所以交易量唔等於貨幣啦，呢個一定要分清。但另一邊，我亦唔會話呢種變法完全冇長期含義。當一座城市嘅貿易、融資、債券、資產管理、企業客戶跨境付款越來越多同人民幣有關，人民幣對香港金融條件嘅間接影響一定會增加，未必係改變濕定白，但可能係改變銀行資金來源。改變企業借貸貨幣，改變投資產品，改變債券市場，改變企業做外匯對沖嘅需求，改變香港金融業賺錢嘅方式，呢個先係我覺得最值得觀察嘅換軌，唔係一夜之間拆掉舊路軌，而係旁邊起緊另一條新路軌，舊路軌仲行緊，新路軌嘅車越來越多。10年後，香港金融體系可能同今日睇落完全唔同，但港元赴美元制度未必需要喺中間任何一日突然宣布死亡。所以大家唔好將所有金融轉變都理解成一場政變，好多真正重要嘅制度轉變其實係慢慢發生。當你察覺嘅時候，市場谷口早就變咗。不過講到呢度，另一個問題又嚟。既然美元同人民幣兩邊都對香港咁重要，香港夾喺中間成本係乜？第一個成本就係利率自主權。2026年7月29日，美聯儲再次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維持喺3.5至3.75厘。美聯儲亦明確表示通用仍然高於二大目標。香港自己經濟好唔好，美國唔會因為香港樓市跌就減息。香港零售商生意差，美聯儲唔會理。香港家庭供暖辛苦，美聯儲更加唔會因此調整政策。美聯儲考慮嘅係美國通亨、美國就業、美國金融環境，但港元掛美元，香港利率長期就唔可能完全脫離美元利率。留意我講嘅係長期，唔係每一日都一樣。2025年已經非常清楚證明，香港本地流動性可以令 HIBOR 短時間同美元利率差好遠。當市場突然多一醒294億港元，港元短息可以跌到非常低。但如果港美息差長時間太大，套利就會出現，市間會自己做選擇。呢個先係聯匯最深層嘅約束。所以聯匯俾香港嘅從來唔係免費午餐。香港得到匯率穩定，就一定係生部分貨幣政策自主性。呢個係經濟學入面好經典嘅不可能三角。一個經濟體想同時擁有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獨立貨幣政策三樣唔可能完全同時得到。香港選擇咗資金自由流動，亦選擇咗穩定美元匯率，所以獨立利率政策自然受到限制。1983年咁選有佢嘅歷史原因；1997、1998年咁守有佢嘅金融中心理由。去到2026年，真正值得討論嘅唔係呢個制度係好定壞，而係香港經濟局個改變之後，呢個交換條件仲值唔值？我自己睇法係短期仍然值。點解？因為香港唔係一個主要靠內需生存嘅封閉經濟，香港係資產管理中心、融資中心、貿易中心、保險中心、離岸人民幣中心。香港真正賣俾世界嘅其中一樣產品就係你嘅錢入得嚟，亦出得去，規則清楚，貨幣可以交換，匯率風險非常窄。如果為咗得到1-2厘本地利率自主權換走40幾年建立嘅匯率預期，成本可能遠高過收益。尤其今日香港管理嘅跨境財富、股票、債券、保險資產規模遠高過1983年，制度越成功，改制度嘅切換成本反而愈高。
呢個係聯匯一個非常有趣嘅悖論。當年建立時，香港金融市場規模細，說今日因為幾十年穩定，市場變到非常大。市場愈大，愈多人依賴呢個穩定性，愈多人依賴，官方就愈難突然改。所以成日有人話香港同內地經濟融合咗，點解仲唔直接掛人民幣？說問題唔係政治上一句話，問題係金融工程。第一，人民幣目前資本項目仍然唔係完全自由兌換。香港之所以可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其中一個核心制度優勢正正係資金自由流動。說如果將一隻完全自由兌換貨幣直接掛到一套資本流動管理仍然存在嘅貨幣體系，操作上會產生大量新問題。第二，香港金融機構大量資產負債、保單衍生品貿易融資仍然同美元體系深度連接。說轉錄唔係將電腦入面708改成另一個數字，背後係整個金融市場重新定價。第三，國際投資者會問一條非常簡單嘅問題：新制度嘅規則係咩？點樣兌換？邊個提供流動性？遇到資金大量流出點處理？資本可以唔可以完全自由進出？新制度建立信用要時間，而舊制度已經累積咗40幾年，所以我認為未來幾年最可能見到嘅唔係突然宣布港元改掛人民幣，反而係今日已經發生緊嘅路線，港元聯匯照舊，人民幣金融基礎設施繼續擴大，人民幣貸款更多，人民幣債券更多，人民幣衍生品更多，人民幣跨境結算更多，說香港變成中國同全球之間嘅人民幣流動性中樞，呢條路政治成本低好多，市場切換成本亦低好多，更加重要嘅係佢唔需要二選一，香港可以同時保留美元金融接口，同時食到人民幣國際化嘅增量，說呢個先係香港最有可能爭取嘅位置。但制度冇即時危機唔代表冇風險，我覺得香港未來真正要睇嘅第二個風險係財政。原本好多財經內容有一種非常吸睛嘅講法，香港連續赤字，政府不停發債，說所以聯匯底層信心已經鬆動。呢句說話一半啱一半錯。啱嘅係財政紀律的確重要，錯嘅係發債本身唔等於財政崩壞。最新2026至27年度預算顯示，說2025至26年度政府經營帳目由原先估計約30億赤字，改善成513億港元盈餘，但資本帳目仍然因為土地收入偏低、北部都會區同其他大型工程支出而出現赤字。實際及550億港元發債以及517億到期債務償還之後，綜合帳目預計有29億盈餘。2026年3月底，財政儲備約6572億港元，到2026至27年度，政府估計經營帳目仍然有119億盈餘，說但資本帳目赤字約91億，計及約立陳600億發債同597億償債之後，綜合盈餘預計221億，所以話政府而家要借此錢出糧唔準確，但如果因此話完全冇問題，亦太樂觀。真正值得追問嘅係，說如果未來10年香港都要維持高水平基建，而地價收入又永遠返唔到以前嗰種黃金年代，資本開支靠咩支持？如果每年都要發債，債務增值速度係咪長期快過經濟增值？今日發債起嘅基建，說10年後有冇足夠經濟回報？土地印花稅、利得稅呢幾個過去好重要嘅收入來源，擊考會唔會改變？香港財政真正面對嘅唔係聽日破產，而係經濟模式轉型。以前香港財政有一個非常舒服嘅擊告，說稅率低，經濟好嗰陣土地收入高，樓市旺嗰陣印花稅高，股票旺嗰陣印花稅亦高，政府仲有龐大土地資產同財政儲備。但如果未來樓市土地收入唔再長期高速增值，說同時人口老化令醫療福利開支增加，政府又要投資北都交通創科，舊有低稅率加高土地收入模式就會受到考驗。呢個先係財政值得研究嘅地方。而點解財政同聯匯有關？唔係因為政府赤字100億，碌完就跌1毫，兩者唔係咁直接。聯匯最深層之處係市場對整套制度嘅信心，市場要相信政府唔會透過貨幣控制解決財政問題。要相信銀行體可係穩，要相信有足夠外匯資產，要相信規則唔會隨便改。所以一個健康財政框架可以增加貨幣制度信用。反過來，如果有一日政府谷口性赤字越來越大，債務失控，外匯儲備快速消失，銀行系統又同時出現問題，先至會形成真正危險嘅組合。呢個亦係點解成日有人拎阿根廷做例子，但阿根廷例子要小心用。阿根廷1991年推出可滯換制度，披索同美元建立固定關係，最後去到2001年底、2002年初爆發全面危機，固定制度崩潰。阿根廷唔係因為固定匯率本身必死，當時係經濟衰退、公共債務、銀行危機、資本外逃、政策失去可信度等多種問題疊加。所以阿根廷真正教訓係固定匯率可以幫你建立紀律，但固定匯率唔可以代替紀律。
一個政府如果其他地方全部失控，冇任何匯率制度可以永遠救你。反過嚟，一套制度如果有足夠資產，銀行穩定，財政仍然可控市場，相信規則，佢可以比好多評論員想象中耐用好多。今日香港至少從硬數據睇，仍然唔似一個準備但盡良絕嘅貨幣體系。截至2026年7月底，香港官方外匯儲備資產約市盈478億美元，比6月底市盈459億美元仲高。呢批外匯儲備超過香港流通貨幣5倍，說大約相當於港元命3嘅30巴。2026年7月底，外匯基金外幣資產亦仍然攀大，而貨幣基礎約2.08萬億港元。所以今日如果有人話金管局已經冇美元手七定巴糊，至少現有官方數據完全支持唔到呢個說法。但呢度又有一個很重要嘅觀念。外匯儲備多唔代表風險等於零，因為貨幣危機真正危險嘅地方，從來唔係數學做到最後1美元先出事，市場係預期遊戲。如果全世界相信一個制度有能力、有意願守住，可能根本冇人願意挑戰。如果全世界突然相信制度準備改，就算資產仲好多，市場都可能提前重新定價。所以聯匯最重要嘅其實有兩個賬戶，一個係金管局資產負債表上面真金白銀嘅賬戶，另一個係市場心入面嘅信心賬戶。第一個可以每日計，第二個冇一個數字可以直接睇到。而我認為未來真正值得香港警惕嘅，不一定係第一個突然歸零，而係第二個慢慢出現變化。例如果官方政策突然開始用非常模糊嘅語言談論貨幣制度，如果市場開始大量買入極端港元夢值保護，如果遠期匯率、期權市場長時間出現異常風險溢價，如果港元持續守喺弱方而銀行流動性不斷收縮，如果同一時間外匯儲備、財政、銀行信貸質素都轉差，呢啲信號如果單獨發生一個未必代表咩，但如果5、6樣同時出現，先值得真正提高警覺。呢個係我一直覺得財經內容應該教觀眾嘅一樣嘢。唔係話俾你知聽日一定爆，而係教你識分辨咩係噪音，咩係真正信號。例如2025年總結餘大幅下降，如果你淨係睇一個數字，可能會嚇死。但你知道前面5月因強方交換保證先增加咗攤294億，後面再因弱方操作減199億，你就明白成件事係一個完整循環。數字一樣，理解完全唔同。財經世界最危險嘅往往唔係假數據，而係真數據放喺錯嘅故事入面。一個完全真實嘅數字，只要抽走前因後果都可以用嚟嚇人。所以今日我唔會因為2025年觸發16次交換保證，就話香港即將貨幣危機。但我亦唔會話呢件事冇意義，佢真正反映嘅係全球資金今日可以非常快速，因為利差、風險偏好、資產價格同政策預期改變方向。聯匯制度未必比1998年弱，但佢面對嘅市場速度肯定比1998年快，呢個係兩回事。就好似一座橋，以前每日10萬架車經過，今日每日100萬架車，橋可能仍然非常堅固，但你需要更加留意流量震動、維護同設計負荷，唔可以因為橋未冧就話流量變化冇意義，亦唔可以因為車多咗就話橋聽日必冧。成熟分析永遠係中間嗰條線。咁未來港元有冇可能改制度？當然有。世界上冇任何貨幣制度係永卡。英墨曾經係全球貨幣中心，黃金本位曾經被視為文明世界嘅標準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亦曾經被認為可以長期維持。最後全部會因為經濟局好改變而調整。所以話港元未來100年100%唔會變，冇人有資格保證。但制度有可能改。制度跡象改距離非常遠，坊間最常講4個想像：第一，直接改掛人民幣；第二，改用一籃子貨幣；第三，用黃金做更大程度支持；第四，完全自由浮動。我逐個講我點睇。直接掛人民幣最大優點非常容易理解，香港經濟同內地高度連接，大量貿易、旅客、機擾、投資都同人民幣有關。如果人民幣有一日完全自由兌換，全球使用規模大幅增加，港元同人民幣加深貨幣制度連接，說個理論上唔出奇。但今日最大障礙同樣明顯，人民幣資本項目仍然唔係完全自由。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最核心賣點之一，吸納係資金自由進出，所以短期直接切換會製造一個制度矛盾。一籃子貨幣聽落就合理好多，美元、人民幣、歐元、日元，按香港貿易同金融關係分配權重。新加坡某程度上就係用管理式匯率框架，唔係死鎖單一外幣，好處係唔需要完全跟美國週期。但問題亦好實際。今日聯匯之所以咁容易理解，就係規則極度簡單，7.75、7.85大家自己計得到。如果變成一籃子貨幣權重幾多、幾時調、浮動範圍幾多、點樣干預，市場由相信一條機械規則變成相信管理者判斷。呢個係另一套制度哲學，對新加坡可能適合，對香港係咪一定更好未必。
黃金又點？近年香港一確大力發展黃金市場，說但發展黃金草交易交割唔等於準備將港元變成黃金貨幣，兩樣概念完全唔同。黃金非常適合作為儲備分散工具，但如果你要求每一蚊流動貨幣都用實物黃金1:1式背書，金融體系彈性會大幅下降。說香港最大價值係資金流動。如果貨幣供應被實物黃金增值速度焗死，銀行信貸、企業融資、資產市場全部會受到巨大限制。所以我唔認為黃金綠係香港短中期現實選項，完全自由浮動就更加刺激。最大好處係香港終於可以有更加獨立嘅利率政策。香港經濟差可以自己減息，樓市過熱可以自己加息，唔使再望住美聯儲，但代價亦最大。40幾年以來，全世界所有同港元有關嘅金融資產，都係建立喺一個極窄匯率區間之上。一旦自由浮動，市場第一件事唔係慢慢研究合理價，而係重新定價。港元究竟值7等89，市場需要自己揾答案。呢段價格發現過程一定伴隨波動，所以對一個普通小型經濟體可能承受得到。對香港呢個坐住龐大金融資產、銀行資產負債表、保單基金、按揭同跨境資本嘅城市，過渡成本會非常高。所以如果冇非常巨大嘅制度收益，我睇唔到點解官方會主動選擇最劇烈嘅方案。反而最可能嘅情況係唔改聯匯，但改香港金融市場。呢句大家可以記低，因為我認為呢個先係未來幾年真正會發生嘅故事。港元繼續7.75至7.85。但你見到越來越多人民幣債券，更多人民幣融資，更多人民幣保險，更多人民幣投資產品，更多內地企業用香港處理跨境絲巾，更多東南亞、中東企業經香港使用人民幣。說香港嘅金融收入來源亦逐漸由傳統美元中介加入人民幣國際化帶來嘅新生意，結果可能係一件非常有香港特色嘅事。香港本地貨幣制度仍然非常美元化，但香港金融業務缺口越來越多幣種化。說表面矛盾，實際上可能恰恰係香港最有價值嘅位置。對普通香港人又有咩關係？其實比你想象中直接。第一樣一定係樓，香港樓市同利率關係極深，大部分住宅按揭用港元。而港元利率長期受美元週期制約。如果美國因為自己通脹問題要維持高息，但香港樓市消費經濟剛好較弱，香港就會出現政策週期錯配。呢個就係聯匯成本最容易俾普通人感受到嘅地方。不過亦唔好將佢簡化成美國加息，香港月供立即一模一樣加，中間仲有 HIBOR銀行最優惠利率、按揭封頂息率、銀行存款成本同競爭，但大方向仍然存在。所以如果未來再出現類似2025年嗰種流動性劇烈變化，最值得供樓人士睇嘅唔係 YouTube 有人講港元要爆，而係 HIBOR 實際點行，銀行有冇調醒按揭封頂利率，你自己按揭係 H 按定 P 按，你家庭現金流可以承受幾多息口波動，呢啲先係你控制得到嘅事。第二樣係存款，香港人非常鍾意問一條問題，我應唔應該將港元全部換美元？如果你問我，我反而覺得全部呢兩個字先係最大風險。如果你未來生活、供樓、交稅、消費全部用港元，你持有港元本身就係資產負債匹配，你唔可能因為擔心一個低概率制度改變就完全唔持有自己每日要用嘅貨幣。但如果你資產非常集中，例如所有現金投資、物業收入全部同香港同港元相關，咁適度有其他貨幣同海外資產，從風險管理角度當然有意義。重點係分散，唔係倒方向。今日將所有港元換美元，本質上都係一個巨大方向性壓住。萬一未來港元偏強，美元轉弱，你又要喺香港用錢，你同樣承受成本。財務上最成熟嘅思路通常唔係我估邊隻一定贏，而係如果我估錯，我會唔會死？第三樣係保險。原稿有一類說法，我一定要糾正。有啲人話，如果港元脫立運值，美元保單換返港元，會令收益被匯率吞噬。數學上唔係咁。假設1美元原本換7.8港元，如果有一日變成8.5，即港元對美元揈值，你手上同樣1美元，反而可以換到更多港元。所以美元資產對港元揈值，某程度上反而有對沖效果。真正要問嘅係，你份保單最後用咩貨幣支付？你未來支出用咩貨幣？內部回報幾多？費用幾多？年期幾長？流動性如何？唔可以將所有問題濃縮成一句匯率一變保單就輸。第四樣係物價，呢個先係如果港元真係有一日大幅自由貶值，普通人最痛嘅地方。香港大量食物、能源消費品都要靠進口，而國際商品同好多跨境合約仍然以美元計價。假設今日一僕美元貨物7.8換算係780港元，如果純粹假設匯率變成8.5，未計其他因素，計完成本就變850。
商戶可能吸收一部分，但毛利薄嘅生意最終一定要將部分成本轉嫁手底下。所以貨幣制度真正同普通人有關嘅，唔係金融新聞畫面，係你樓下超市，係你架車入油，係餐廳買進口食材，係小朋友海外讀書，係你去旅行。匯率其實係一種非常隱形嘅生活成本。第五樣係強積金同投資。好多香港人一方面驚港元，一方面 MPF 入面又有大量環球、美國、中國、香港股票。其實你嘅實際貨幣風險已經比你銀行戶口複雜好多。例如你買一隻追蹤美股嘅基金，基金單位可能用港元報價，但底層資產係美元。你買中國股票 K2 收入可能大量係人民幣。你買香港上市公司叫務可能又喺東南亞。所以睇資產風險唔可以只睇戶口面值寫咩貨幣，真正要睇底層資產賺咩錢。如果港元未來波動，你持有大量海外資產，本身已經有一定自然分散。呢個亦係點解我覺得普通人最唔應該做嘅，就係睇完危機片之後一鍵清倉。金融危機真正令人受傷，好多時唔係第一下價格波動，係你因為驚喺最差時間做咗最大動作。第六樣係做生意，呢批人反而比一般打工仔更加需要關注聯匯。假設你從美國入口貨物，供應商用美元報價，你喺香港收港元，你本身就有美元港元匯率風險。今日因為聯匯呢個風險非常細，所以好多中小企甚至冇認真管理。一旦制度有變，企業就需要重新學習遠期合約、外匯調期、自然對沖貨幣匹配。呢個成本唔單止係匯率本身，仲包括財務管理能力。大型跨國公司有財資部，一間深水埗小公司未必有。所以任何貨幣制度改革，真正最難適應嘅未必係大銀行，可能係中小企。呢個亦係官方唔會輕易改制度嘅另一個原因。制度轉型有大量隱形成本。而家再返到2025年嗰16次交換保證，如果大家理解完前面所有嘢，再睇返呢組數字，你嘅感覺應該已經唔同。4次強方，2次弱方，1294億增加，但199億減少。說佢唔再只係一個危機數字，佢係一張 X 光片，照到香港今日金融體系3個特點。第一，跨境資金軌步巨大，方向轉得非常快。第二，港元利率仍然會透過聯匯機制同美元利率產生拉力。第三，香港本身已經唔再只係一個美元港元市場，而係一個人民幣、美元港元三者高度交熟嘅全球資金節點。我甚至會講2025年最值得香港人記住嘅，未必係港元一度去到7啖8糊，而係當流動性突然增加。說香港利率同美國利率可以短期拉開到咁大，而利差出現之後，全球資金又可以如此迅速將呢個價差交易掉。呢個代表將來每一次全球流動性週期變化，香港資產價格都可能更加敏感。樓市係，股票係，存款係，債券都係。因為香港係一個細經濟體，但金融市場規模遠大過本地經濟。呢種模式最大優勢係繁榮時資金可以大量進入，最大弱點亦一樣。當全球資金方向變，香港本地經濟未必有足夠體量抵消。所以真正成熟嘅風險管理唔係預測下一場危機日期，而係知道自己處於一套放大器入面。世界資金好，香港可能比其他地方更旺；世界資金突然轉向，香港亦可能比其他地方感受更快。聯匯唔係造成所有問題嘅源頭，但佢係香港選擇參與全球美元金融體系嘅其中一部分。同樣，人民幣叫務快速增值，亦唔代表香港要放棄美元。反而可能係香港喺下一個階段降低單一叫務來源風險嘅方式。如果美元金融市場係一條腿，人民幣跨境金融係另一條腿，香港真正想做嘅可能唔係砍掉第一條腿，而係令第二條腿長得更強。呢個角度去理解香港近年政策，你會清楚好多。點解要擴大債券通？點解要推動人民幣融資？點解要發展人民幣債券？點解要同東盟、中東建立更多金融連接？點解人民幣叫務資金安排可以由1000億短時間擴大到5000億？因為香港想搶嘅唔單止係內地資金，係人民幣國際化過程入面嘅中介權。邊個掌握支付、融資交易、對沖清算？邊個就可以食到金融服務收入。而香港有一個其他內地城市暫時難以完全取代嘅優勢，全球資本可以自由進出，法律會計、金融產品同國際市場高度連接，同時又同內地金融基建直接互聯。所以香港未來最大價值可能唔係選美元或者選人民幣啊，而係令兩邊都需要香港。如果做到聯匯，反而可能繼續存在好耐。因為美元路本身就成為香港向國際資本證明自己仍然保持獨特金融制度嘅一張名片，而人民幣升台就成為香港向內地證明自己有戰略價值嘅另一張牌。兩者共存，比2選1更加有利益。呢個先係我對未來5至10年比較傾向嘅判斷。當然，世界永遠有黑天鵝。最大未知數其實唔係數學，係政治同地緣金融。
假設未來中美金融關係出現極端變化，假設美元清算渠道受到限制，假設資本跨境規則發生重大改變，假設人民幣自由交換進程突然加速，任何一個都可能令今日成本收益計算重新寫過。所以我唔會話10年之後一定仲係7.75至7.85。但截至2026年8月23日，從目前公開證據睇，我同樣睇唔到官方已經準備短期放棄聯匯嘅可信證據。相反 ，IMF 最新評估仍然將聯匯視為香港穩定而可信嘅制度流。官方外匯儲備仍然有善趁市幣嘅78億美元。人民幣金融措施亦係以擴大離岸市場為主，而唔係宣布改變港元寄換安排。所以普通人真正應該點做？我唔會叫你今日去銀行排隊換美金，亦唔會叫你將港股全部賣晒，更加唔會叫你買一堆黃金等世界末日。因為一套運行咗40幾年，目前仍然有龐大外匯儲備同制度支持嘅貨幣安排，唔應該用今晚走唔走呢種賭場方式處理。真正有用係建立一套自己睇得明嘅監測框架。你唔需要日日做金融分析師，但有幾樣數據值得偶爾望一望。先睇港元係咪長時間貼住785，而且弱方寄換保證密集啟動。單日觸碰一次唔代表危機。2025年已經證明寄換保證本來就會運行。要睇嘅係持續時間同規模。再睇銀行體系總結餘同 HIBOR， 如果總結餘下降 ，HIBOR 上升，港元仍然長期貼弱方，先代表資金條件真正持續收緊。再睇外匯儲備，唔係見一個月跌就恐慌。投資估值、政府資金調動都會影響數字。你要睇係咪形成長期快速無法解釋嘅下降趨勢。再睇財政，唔好只睇標題寫赤字幾多，睇經營帳目、睇資本帳目、睇發債用途、睇財政儲備。睇政府債務增值，如果未來出現經常性開支都長期靠借錢，嗰種情況先比今日更加值得擔心。最後睇政策語言，中央特區政府金管局點講聯匯，人民幣叫務點擴張，但千祈唔好將任何人民幣新措施自動翻譯成港元改掛人民幣。金融政策中間有好多層，今日你見到嘅更多係人民幣金融市場擴容，而唔係貨幣陸轉換。如果以上幾組信號有一日同時惡化，我先會話值得重新評估風險。但如果只係有人見港元7.84就拍片話香港末日，我會建議大家先睇數據，因為聯匯40幾年真正經歷過嘅風浪，遠比一個7.84大。1997、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沙士，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2019年至2020年社會事件同疫情，2022年全球急速加息。每一次香港都有人講聯匯完，到2026年制度仲喺度，但呢個歷史又唔應該成為另一種迷信。以前冇死，所以永遠唔會死，一樣唔係分析。真正應該問，支撐佢嘅條件仲喺唔喺度？今日答案大致係外匯儲備仲喺，銀行體系仲有資本，資金仍然自由流動，官方維持制度意願仍然非常清晰。財政雖然面對谷號頭醒，但經營帳目最新已經重新錄得盈餘。國際金融機構仍然認為制度可信，所以短期崩潰論缺乏數據支持。但另一邊，香港同內地金融融合程度越來越深，人民幣交易融資同資產市場權重增加，本地經濟周期同美國利率周期有時並不同步，大型基建令政府資本帳目持續承壓，全球地緣金融風險又比10年前高，所以中長期討論制度適應性完全合理。呢兩句可以同時成立，而家冇危機，同埋未來值得研究變化唔矛盾。我反而覺得香港未來最大風險唔一定係有一日突然宣布港元消失，真正危險係普通人一直用1980年代思維理解2020年代金融市場，以為港元掛美元就代表香港只受美國影響，已經唔係。今日中國經濟、人民幣、南北向資金、內地企業融資、跨境理財、債券通，全部可以影響香港流動性同資產價格。但反過嚟以為香港同內地經濟融合，就代表美元已經不重要，亦係錯。香港股票、外匯、國際債券、保險、貿易融資、資產管理仍然深度滲入美元金融體系。所以今日香港最準確嘅畫面唔係由美元倒向人民幣，而係一條兩邊都越來越粗嘅金融橋，一邊接美元世界，一邊接人民幣世界。港元就企喺橋中央，橋上每日行過接近1萬億美元外匯交易。只要兩邊金融周期同步，一切可以非常順。但當兩邊節奏唔同，香港自然會感受到拉力。2025年嗰16次寄換保證，某程度上就係其中一種拉力俾大家睇見。所以如果要我用一句說話總結成條片最重要嘅觀點，我會咁講：2025年真正值得香港人驚惶嘅，唔係港元差啲守唔住，而係一套大家以為完全唔喐嘅制度，原來底下每日都有巨量資金高速移動。2026年真正值得注意嘅，亦唔係港元已經準備改掛人民幣，而係當港元繼續掛住美元嘅同時，人民幣已經喺香港建立一套越來越龐大嘅交易、融資同跨境資金生態，港元冇玩綠。
香港金融市場卻正在換腳稿，而各個改變往往比一紙政策公告更加重要。可能5年後港元仲係 7.8，10年後亦可能仲係 7.8。但你嗰陣再睇香港銀行做緊嘅生意企業借緊嘅貨幣，投資者買緊嘅債券，外匯市場最大交易對象可能已經同今日完全唔同。呢種變化冇砰一聲，冇宣佈，冇記者會話今日開始新時代。但錢會自己投票，成交量會自己講答案。所以真正識睇金融嘅人唔會日日問港元幾時崩，佢會問資產港元嘅資產仲夠唔夠，市場仲信唔信規則，香港財政有冇失控。銀行體系穩唔穩，港美息差點樣變，人民幣喺香港嘅功能去到邊一步。當你識睇呢啲，你就唔需要等任何財經 K 話俾你知世界末日幾時嚟，你自己已經知道咩叫正常波動，咩先叫真正危機。截至2026年8月23日，我嘅判斷仍然非常清晰，港元短期出現阿根廷式突然崩潰，現有證據完全不足，聯匯仍然有非常強嘅制度、慣性外匯儲備同市場基礎。個人說，但香港金融市場正處於一場值得長期觀察嘅激輔轉型，美元仍然係樓，人民幣正在成為越來越重要嘅僑務增量，港元則負責維持香港本地價格、金融契約同國際資本之間嘅穩定橋綁。所以香港未來真正嘅問題可能從來都唔係美元定人民幣2揀1，而係香港有冇能力繼續成為一個兩邊都離唔開嘅金融中介。如果做到7.8，可能比好多悲觀者想象中更長命。如果有一日做唔到，真正迫使制度改變嘅亦未必係炒家，而係香港本身嘅經濟 kick 好已經同40年前完全不同。呢個先係聯繫匯率最值得香港人思考嘅終極問題，唔係明日會唔會爆，而係10年之後呢套制度仲係咪香港最有價值嘅選擇。2025年4次7.75，12次7.85，只係提醒咗我哋一件事。表面最穩定嘅地方底下往往流動得最快，港元冇崩，但香港嘅錢的確已經開始走入一個同40年前完全不同嘅世界。